接电话。平时讨人嫌，哪都是你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刻永远都派不上用场呢？这死韩毅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好，看。哎，演员老师，咱们这个戏经费有限，实在是加不了这么多特效，要不咱换一个脑洞？我衣服都已经穿上了，你就跟我说这个？咱们1毛钱特效都没有吗？真是1分钱的这个特效都加不进去了，要不咱就改黑屏加字幕？哎，女侠饶命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老板，这怎么办呀？喂，刚才听金秘书说，有人对那个女孩要动手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那些人还是太没有耐心了。那你们在哪儿呢？我把她带回家了，现在很安全。你有什么计划？等事情落实了，我再通知你。你现在马上去调查今天晚上跟踪她的那些人。你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老板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郝小姐她……今天就暂时让她住在这儿，她现在是唯一的诱饵，我得看着她才放心。老板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男人，芝墨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不用想太多。昨天你被人跟踪吓晕了，我不知道你住在哪儿，就把你带回来。被人跟踪？对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要回家。回家可以，如果你不怕明天早上你变成一具尸体。不就是一份设计稿吗？郝小姐，我想你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3年前的流星雨之夜，你目睹了一场车祸。作为现场目击证人，你还捡到了当事人的物证，所以你现在被卷入了一场车祸案。昨天跟踪你的那帮人迟早会找到你，到时候杀人灭口，我想你绝对躲不过。所以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配合我查出事情的真相。只要你签了这份合同，我就会给你提供保护。配合配合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那个合同是吧？我马上就签。这是什么鬼？3天之前，我本来想跟你签一份证人保护契约，只要你给我提供线索，我就给你提供保护。还有一张你可以随便填下数目的支票，但是郝小姐，当时你拒绝了。3天前，把这份合约签了。关于饮食系列抄袭的事情，我们公司不打算再追究。可我打算追究。你不想听我把话说完？你不用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迟墨、迟总、迟大爷，我知道你是兴盛公司幕后的大老板。你不会因为我即将揭开你们的抄袭丑闻，你就害怕了，你就上门来求我了？因为我不会因为那一丁点的利益
就出卖我自己作为设计师的尊严。我要让所有珠宝行业的人都知道池氏集团的抄袭丑闻。你池氏集团的老总池墨是行业的败类。好机会转瞬即逝，现在证人保护契约没有了，那张支票也没有了，有的只有这份合同。但是为什么是女佣劳务合同？我给你提供保护，你也得付出劳动啊。再说，你现在欠我巨额债务，我总不能把你当成大小姐供着吧？怎么样，签不签？合约第1条，如没有特殊要求，郝聪明不得靠近池墨3米以内。第2条，郝聪明不得在众人面前透露与池墨的合作关系。第3条，郝聪明不得走进池墨的生活区域。为什么都是针对我的？那你要是对我有非分之想怎么办？你不用多此一举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那可说不好，有些渣男就是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平时西装革履，看起来像正人君子，到了晚上就变成色狼，左拥右抱。不行，一定得填进合约里。哇，这里可以看到楼下的花园哎！哇，浴缸！洗澡的时候注意防滑。如果你想假借摔倒引我进去查看伤情的话，我劝你还是算了吧。因为不管你受了多重的伤，我只会打急救电话，绝对不会进去。好饿哦。活过来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找到点吃的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我从来不吃像呕吐物的东西。呕吐物？这不是你自己买的吗？那这个会议暂时先到这里，大家休息一下，一会儿继续。李先生，上次见面。